全球最大嘅魔鬼魚品種角鵬，仲有藍鰭吞拿魚。海洋公園嘅新水族館海洋奇觀多咗呢一批新住客，而海洋館嘅舊住客好似呢條外形似隻鷹嘅櫻桃魔鬼魚，大家由細睇到佢大嘅蘇眉都搬埋過嚟，超過400個品種，5000幾條魚一齊生活，真係好熱鬧。唔好以為鯊魚好惡死，咁其實只要一早餵飽佢哋，都可以同細魚融洽相處。呢個巨型水族館榮升世界10大水族館之一，咁除咗比以前嘅海洋館大1倍，仲有呢個直徑全球最大嘅觀賞圓頂，企喺度望上去，有如置身喺海洋之中。除咗魚類，海洋奇觀仲有佢哋。一般嘅水族館呢，淨係得個睇字。不過海洋奇觀呢一度呢，唔單止可以睇，仲有得摸添。呢個海岸動物觸摸池有大約40種海洋生物，不過喺摸之前同埋之後都要洗手㗎。行政長官曾蔭權為海洋公園新主題區夢幻水都主持揭幕儀式。海洋公園新主題區夢幻水都起咗呢個人工湖，日頭每20至到30分鐘會有音樂噴泉。日落之後，人工湖會化身為全球首座360度水幕，演出10分鐘嘅水上煙火匯演，宣揚愛護地球嘅理念。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預計，新設施會為公園帶嚟多1成半嘅遊客。又指海洋公園嘅競爭對象唔係香港迪士尼，反而珠海同埋新加坡都會投放大量資金興建水族館。香港旅遊業係咪可以保持競爭力，係佢最大嘅擔憂。We're not in competition with Disney. It's important for Hong Kong that both parks do well because I worry about some of the parks in mainland, in Singapore, in Macau. There's so many new things happening. That to me is my biggest worry. 佢話會繼續做好發展海洋公園嘅工作，又表示對公園嘅成就感到驕傲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。